台南文化中心庆祝成立37周年，为10月初2开始举办一连串庆祝活动。除了有精彩丰富的表演之外，嘛甲东区甲仁德区之间的艺文空间甲串联起来，希望让各地民众一个亲近艺术的机会。 台南市政府为了庆祝文化中心37周年，10月初2开始，要以着听心林的讲话为主题，规划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串联东区甲仁德区的艺文空间，创造一个丰富的艺文飨宴。台南文化中心其实汇集了台湾最杰出的这些舞台表演的剧团。 打造充满艺术气氛的城市，一直是台南市政府的目标之一。文化中心伫其中更加是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期待透过活动，会使吸引更加侪介意艺文的民众。台南文化中心在全国来讲，是一个很久，但是还是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一个活动的地方，尤其它的场地音效非常之好。 另外，伫馆庆开幕迄一天，嘛会有精彩表演甲市集活动，阁有真侪装置艺术会使欣赏，配合边仔公园的自然环境，好民众的心情会使真轻松。